开始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流水年华》。朦胧的街灯，静静躺在小雨中，往事又掠过我心头。有几离别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双手，轻轻一句多沉重，云儿也蒙蒙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识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今宵微寒，路上行人匆匆，朦胧的街灯孤立在小雨中，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，句句在我心田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识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今宵微寒，路上行人匆匆，朦胧的街灯孤立在小雨中，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，句句在我心田。年华似水流，转眼又是春风柔。层层的相识也悠悠，他乡风寒露更浓，劝君早晚要保重，期待他日再相逢。我期待他日再相逢，共度白首。流水年华，你讲到这时间伫咧过，就是足紧的意思啦敢若真诶流水，流水共款啦。讲到这水哦，时间啦，我来讲一个小故事哦，咱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。什么小故事呢？讲到一个吼，有一个阿公啊，阿公吼，逐工拢总吼，伊厝面前吼，就安尼看看安尼吼，就踮遐咧种迄树栽。种树栽，种树栽，树栽就是细细丛啊，对无？对。粒丛啊，安尼尔，厝边啊，就甲树。对，树安怎？即讲啊，你哪安尼遮老啊？树啊，你树啊吼，你种个这地丛啊，是。你敢看会到伊大丛啊？种到当时啊大。都对。大丛的时阵，反正你都看袂到啊。对啊，对啊。种这有啥物路用呢？阮这阿公吼，足有智慧，即讲足有智慧，就甲讲，这树啊吼，
这毋是为着我种的呢，无是为了什么人种？这是为着吼我将来迄子孙啊种的。安尼吼，嘿，所以讲吼，人讲吼，咱今仔伫咧树骹，你看嘛，咱今仔伫咧树骹，无咱迄路口啊，迄丛大树骹啊，咱伫咧纳凉，迄嘛毋是以前吼，迄咱的先人，咱的祖公祖阿太，迄伊种的时阵，咱毋才有伫遮通纳凉。是啦，所以讲，毋则讲就即个前人种树啊，而且后人乘凉。对啊。这个故事嘛，真有意思呢。伊咧提醒着讲，咱家己就对啊啦。有一寡像这代志呢。虽然现主时你是看未到结果啦。对。但是确实呢，为着咱未来也伫咧铺路啦。对。所以讲吼，咱观众朋友吼，人讲拄则老师讲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对无？所以讲今仔日种的籽，咱的播的种啊。还是明仔才会开花，但是你若讲吼无即个当下，无甲播这个种，咱这职工啊，伊若讲无甲种落去，咱后代哪有可能有树啊通好当纳凉？无啦。所以讲有一寡像这努力，伊即个价值啦，毋是讲像你马上就本身就看会到，看会到收成吼。是要留互咱就即个后一季的季节，伊即个精时讲做 supply。对。也即嘛，互我想着讲吼，咱的像即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，也不管是对即个家人啦，对朋友啦，也是咱家己自己的即个梦想，咱的希望的目标，拢总有需要呢，一点即个耐心也甲坚持啦。慢慢呢。将像这有耐心的，将像这个种子，这个像这个的小树啊，来甲伊种落去，就是种一寡咱的这个希望的种子。对，所以讲吼，虽然未来啦，像讲咱这职工啊讲的吼，我无一定看会到伊遐大丛啦，但是吼，咱后一代的人绝对看会到。无一定看到遐大丛啦，但是嘛会看会到讲伊成长的这个过程。有啊，一天一天。你嘛去得到讲这个希望。你讲到这，也甲像这个叫做快乐啦。箍头吼，其实迄树啊咧种的时候，迄箍头一年一年大。算寸的。看会出来呢。对无，所以讲阿公啊，去种落的时阵吼，可能种安尼尔，但是伊可能安尼，看我遮大。咱若要过遮大丛的时阵吼，可能来后一代，若要后一代的时阵，都爱安尼手拢摸袂掉啊了。是啦，所以讲咱希望呢，咱的这个付出的时阵，未来每一天，拢总做成足更较好安尼。你像讲老师讲到这啦，迄有真侪时代讲我讲你饼要创啥？无啦，都饼要互阮逝世啊吼。好天嘛要祝福来。对啦。咱吼，这个食老了后，先到一个年岁啊，你都爱有啥？爱老师徛，真重要啊！你像你这个或者经济老本啊，老本嘛，老师徛嘛，搁再来老朋友，老伴咧，老伴无一定讲陪你甲讲像这天长地久啊。是啊。我来希望咱今日这节目的时阵，会当亲像这个小故事，这丛小树变成大树，变成会当叶影安尼，带互恁呢，就这个清凉，也甲这个启发啦。对啦，好来，即马呢，我来看卖谁上线呢？老师来准备今仔安排歌曲啊哈。来，姚正芳大哥好，木火大哥，混莲姐啊，屌兴哥哥，咱尤大哥、尤大嫂，明渊大哥好哦，感谢。咱文东哥哥、淑梅姐，谢谢啊！咱姚顺天大哥、秀仁大哥好，咱平欧陈大哥，谢谢你。红丸陈文龙大哥好，阮春雄哥哥、志玲哥哥、坤兴大哥、明宏哥哥，谢谢你们哈！佳佳、秀峰好，来，好，今晚要来安排的今仔6首歌曲，跟咱观众朋友来准备做互动哦。头一首，今夜搁再想你。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再想你，一切的亲像在。梦中。
来第二首歌曲《夕阳伴我归》啊，这首歌曲很好听哦。夕阳已染红了大地，我站在回家的路上。来第三首歌曲《月夜的小路》。暗月色的白树，最好弯路径来去。好，来第四首歌曲啊，《乡村小姑娘》。阮是袂出家乡村的小姑娘，虽然清茶无好样。来第五首哦，《孤女的愿望》。吃笑问无田的早晨阿伯呀，人地讲繁华都市，台北位都去。来，上尾这首阿母的手。为着家己想，全部心思手阮，亲像溪水流入大海，付出无所求。来，以上有6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准备，咱来做互动，卡阮头前专线电话来8326-317。8326-317。来，头一首《今夜搁再想你》，第二首《夕阳伴我归》，第三首《月夜的小路》，第四首《乡村小姑娘》，第五首《孤女的愿望》，第六首《阿母的手》哈。来，以上6首歌曲，卡阮头前，会记咧。彰化县市第8外县市街控诉哦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满妹姐姐。宋姐姐。满妹姐。我选第1号。哎，第1号。好，我选好，谢谢。啊，满妹姐哈，谢谢啊。来哦，运动哥哥。哎，喜欢您啊！哎，来，你好，江宁老师你好。我点第1到第5。哦好。1跟5哦。好的，谢谢。感恩哦，谢谢你。平安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喂，有大嫂。喂。阿嫂啊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阿嫂，哎嘿，来哦，王丽阿嫂你好，嘿。好来。哎，美玲老师好。好。啊，我来孤女的愿望甲阿母的手。哦好哦，我写开哈。好，平安哦，嘿，谢谢，平安。Hello， 姚顺天大哥好。芳玲小姐、江宁老师2位好，我要听第4首《乡村小姑娘》搁第5首《欢迎你的愿望》啦。安尼，谢谢。谢谢您，谢谢，感谢。来哦，卢青大哥。哎，1跟6。1跟6，哦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咱卢青大哥，珍惜时光哈，谢谢您。好的，来盛忠大哥好。孤女愿望，阿母的手。安尼哦，好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盛忠大哥哦哈。哎，你好，新朋友。喂。阿姐哦。再会吧，亲爱的无用的人。你等我吼，刷卡甲你接落去，来。来，刷卡接落去，阿姐吼新朋友啦。来哦，坤星哥哥。今日我想你啊。哦，今日搁想你哦，我写开哈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哦哈。来，许大姐。两位主持人你好。好。我要选第3甲第6。安尼哦，这是咱的许大姐啊，感恩。哦，平安哦，嘿，拜拜，谢谢你。来哦，婚人姐啊。喂，你好。好。第1甲第6。第1甲第6。第1甲第6。安尼好，我写开哈，谢谢阮的婚人姐哦，哈，好的。你好，叶大姐。喂。
你好。好。嘿。那阿叶大姐要听倒一首？第5首歌女愿望。哦，好的，我写开哈。谢谢。平安哦，嘿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呦，红满大姐。我要点1加4啊。安尼哦。好的，我写开啊哈。好的。喂，你好。歌女的愿望，阿母的手。安尼哦，你挂轻者啊，晓？有。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挂轻者啊哈。哎，你好，关公姐，你好。喂，嘿，阿姐你好。第5首甲第6首。安尼哦，好，我写开啊，嘿。好，歌女的愿望甲阿母的手。好，我写开啊。谢谢。好，好，来哟，苏梅姐。有啊，2位有啊。系1跟5。1跟5哦。嘿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没问题哈，这是咱的苏梅姐。哎呦，陈妈妈。喂，丹宁，新年快乐！谢谢。我要听歌女的愿望，阿母手。拜拜。拜拜，谢谢陈妈妈哈。啊，你好，春桂姐。第2首。安尼哦，好的，谢谢我们的陈妈妈哈，谢谢你。Hello。郑明虎大哥你好。5加6哦。好的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秋菊姐。我要1跟4。安尼哦，1跟4哟。好，我下开啊哈，谢谢哈，感谢。好，谢谢。继续看，好来。今仔日电话接袂少哦吼，来安排一首或者我来算一下，差不多呢。来安排老师你先唱阿母的手。阿母的手。嘿，我再来唱迄个歌女的愿望。第3首就是今夜搁再想你。哦，好无哈？来，谢谢大家了哈。因为这3首歌曲其实是差不多并侪人点的哈。所以我们要稍微来做一下安排。因为头一首就是芳龄唱嘛，搁续落后来江林老师先唱者哈。阿母的手，来，尤大哥、尤大嫂、卢庆大哥、盛忠大哥、许大姐，咱的婚恋者啊、郭庆姐啊、愿望阿姐、陈妈妈、郑明虎大哥所点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。请用我的彼双手，无人比伊较优秀。为我操劳的彼双手，伊咧温柔，不捌为着家己想，全部心事就阮，亲像溪水流入。海付出无所求，无分人面，无分春秋，听囝的心无理由。用我的彼双手，无人比伊较优秀。为我操劳的彼双手，伊咧温柔，不捌为着家己想，全部心事就阮，亲像溪水流入大海。付出无所求，无分人面，无分春秋，听甲的心无理由。
心事像阮，深深溪水流入大海，付出无所求，无分情义，无分春秋，听囝的心无。阿母的手，好，谢谢，感谢哦，再来好这。上介温柔啊，上介幼秀啊。对对对，哈，阿母的手，来继续安排是咱这个歌女的愿望哈，啊，谢谢我们的姚顺天大哥啦，哈，来好这啊，啊，还有咱麻豆许大姐、雕兴哥哥、关中大哥、咱龙中大哥。啊，一静姐，谢谢秀峰哦，感谢金华姐啊，哈，麻豆许大姐。哇，今天王爸爸嘛上线哈，谢谢幕后大哥哦，有大哥有大嫂哈，谢谢钟大哥，感谢你的默默的捧花声，谢谢哦，素英姐，感谢哈，哎，咱正方大哥嘛拢上线哈，谢谢哦，来感谢，来即马呢要来进行到咱第二首歌曲，方林来甲咱献唱哦，赶快邀请恁共同欣赏，泡泡哦。来，这首歌曲是咱这个歌女的愿望。文东哥哥、尤大哥、顺天哥哥、盛忠大哥、叶大姐、管婷姐啊、管毛姐、苏梅姐、陈妈妈、郑明虎大哥所点的哦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。请借问无产的参政阿伯啊，人咧讲繁华都市，台北对倒去。就是无意外的可怜的女儿，自细汉就来离开父母的身边，虽然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有想要来去都市做着女工独立子。就问问边的问阿姐啊，人咧讲对面迄间敢是毋是？若搁是要用人，阮想要来去。我看你犹原毋是幸福的。无人替咱安排将来代志，在世间总是着爱自己打算才合理。青春是毋通耽误人生的真理。就问问头的阿伯啊，人咧讲一间工厂有要采用人，阮虽然也少年，拢知半项。当今我低头思索，伊我无希望。是这。
古女的原播，你甲听啦吼。迄较早的时阵，即个音乐家，吼，嘣哒哒切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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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即种的即个音乐的时阵，这叫做散马。散马。系啊。真调皮。吼，安尼吼，头壳真巧，吼，真 smooth， 啊，真像这真乖巧，伊即个查囡仔，庄口查囡仔。是啊。即只台湾的，即本土种的。是，无敢去偷人着。10外岁啊尔。是啊。就要想讲爸爸妈妈足辛苦，吼，弟弟妹妹才细汉。是啊。系啊。我来出外口的时来趁钱，趁就转来的时阵。贴补家用，啦，来中立啦，较早迄个桃园中立，纺织厂真济啊。下港啊，三定波啦。对，遐足侪工厂啊。遐做女工。对，这就是咱台湾精神。是啦。听起来是呢，虽然讲像这是我做囡仔的即个歌曲，甲即面主持伊原共款嘛足感动的。对。即个大姐大嫂吼。恁较早恁的这个付出，收地的时阵，拢总有收到，爸爸妈妈嘛足欢喜的哦。是啊。阿公阿嬷祖公金婆嘛，甲你真学了哦。古女的愿望。好来，哇，谢谢哈，山顶虎虎，来姚顺天大哥，好，感谢你的捧花声了哈。来，谢谢我们隆中大哥、芙蓉姐、秀仁大哥哦，继续拍捧花哦哈，谢谢你们雕兴哥哥。哇，那你阮冲奇大哥，谢谢文东哥哥。姚顺天大哥、易静姐，感谢观众大哥哈，谢谢恁的捧花香拢总有收到哈。严明虎哥哥，谢谢哦，咱郑明虎甲严明虎大哥哈，一个住咱梨林俩哈，一个住北南部哈。来，林昭庆大哥好，感谢你哦嘿，谢谢文东哥哥、磨刀许大姐，感谢咱的哇，调兴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啦吼。啊，我拄则吼有几落个拢念无着。后壁5999，搁咱3211，这是因为你同一时间入来的时阵吼，小拍线去啊，看不到吼。好，谢谢你们哦吼，希望拢总甲你念有对。来进行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就是要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啥？做互动。有歌名。对。好礼要送互你。来，今仔要送啥哈？送这罐倒秋芳的万用霜哦，万用霜，万灵的啦，人即讲种万灵的，什么都。就较高级啦，内面有这个精油嘛。是啊。你若高的时阵对吧？较油腻腻的。伊袂油腻呢。这袂，这叫做万。而且吼，伊这做这吼。万用霜。用暗示的，离落去了吼，伊就出来，出来了，我咧讲吼，咱在时段。你若是倒位伫咧酸、伫咧抽、伫咧疼，拢总会使抹下。甚至就讲，哎哟，我若今仔感觉讲，阿嬷讲囡仔咧按，你就甲抹，伊就会舒缓。甚至吼，咱若迄门口网真济，哇，一个网去订着咧，网糖加上这拢总会使抹。甚至我有甲你讲过，这招真好用，一定爱用下。你若搁咧扫，扫到感觉讲，这若不喵喵吼，你为只甲扫咧，扫咧哦。等一下就真的很舒服。头壳的时阵，安尼轻轻。安尼，我咧讲，安尼变边。嘿，这边。吼，搁再搁回者，你来咧开车的时阵，想要拄久啊，对无？要困。哦，要困去啊，这啊。吼，来，安尼甲回者先目睭要先遮大粒。就款金块呢。是。就是遮尔啊好用啊吼。甚至你若是讲有会伫咧酸疼，你有阿嫂咧甲你抓铃的时阵，还是大哥伫咧甲你阿嫂抓铃吼。你就甲扫了，你甲掠的时阵，你推我咧讲哦，较有感觉。会当甲你加分。对啊。随推随感觉。也是去用掠嘛共款哈。有个人讲摕即罐去用拨筋啦，我讲正确的呢，即罐是咱伫即罐吼元素，伊伫迄个人咧共做咧理疗迄拨筋，我咧讲哦，40分钟久爱1600块，伊就是用即罐咧共拨筋。用这高级的。对。毋是搁用这啥？佮用米酒啦，用药水。不，铂金它是用这个哦，哈。好来，讲到这，准备哦，2首歌曲哦。你根本就在送分。刚才我讲2字尔。到到你也卡开啊，你免阁想啊。
雄雄越头看伊穿我的脚步，不觉心头阵阵的酸苦。甲在有你的鼓励，甲我才有顾。陪伴我中途坎坷的路，今日我甘愿为你付出全部，今日我甘愿用我为你铺路，只要你快乐，只要你幸福。所有的观众朋友啊，我予恁好前途。雄雄越头看伊穿我的脚步，不觉心头阵阵的酸苦。甲在有你的鼓励，甲我才有顾。为你付出全部，今日我甘愿用我为你铺路，只要你快乐，只要你幸福，我甘愿用我所有的观众朋友啊，我予你好前途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好 ，OK， 谢谢。其实唱这个歌吼是代表讲小弟啊，对咱就这个观众朋友的疼惜啊，伫这个时阵呢，也心甘情愿来甲唱着就这个感情的歌曲，来感谢咱姐姐在乡亲时代对小弟啊的这个爱护甲捧场。好来，我这边主是继续来甲唱一段。这个国语歌曲啊，吼，来甲月娘、甲我的这个心有关系。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是引起第一个
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要么把像这个名讲出来。我即摆现主持咧，依照做这个惯例来甲走一段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，要来甲公布这个答案。好，谢谢。十指啦吼，还是啦，我嘛是足想要搁甲接落去，但是时间的关系，吼，来，即摆要来公布答案哦。头一首歌曲，老师。我甘愿用我所有的，换予恁好前途。甘愿。足简单的。第二首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月亮代表我的心啊。是啦，好。来，哦，这阮小姐姐的，好，来，我先甲收开。今天好多人哈，很厉害。好来，即马呢，老师来准备第三首歌曲就是迄首叫做《今夜搁再想你》，吼，《今夜搁再想你》迄首歌曲是第三首哦，吼。好来即马呢，芳玲等下爱来。甲咱观众朋友当然咯，吼，爱甲头家做生意者吼，真正广告。今仔要甲咱讲的观众朋友吼，我这一档因为内底剩下不多，吼，我有问公司讲，你若买，你即届若无叫，可能袂赴过年，吼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等下就是我讲短短是数啊，因为内底剩超200而已，吼。恁就电话较紧卡，我若讲的时阵，恁电话就较紧卡，因为你一定用得到的吼。来进广告哦，谢谢。好来，谢谢，我要卖日式梅饼啦。日式梅饼吼，尤其是平常时你若讲有咧卖食咱。帮恁咧介绍这种日式梅饼，足好食，对无？对。过年时啊到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拢总会拜拜？甚至咱伫客厅的时阵会放一个糖仔饼，对无？即马吼糖仔较无人要食，
但是你若安尼甲放一个咸酸甜的吼，食的互人大趁钱，好听搁好食，你就甲买一包，买一座哈。今仔日甲咱主文交代，我咧讲吼，我们里面剩下198包而已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恁今仔电话赶紧卡，因为头家讲个真吼，礼拜三可能会搁出一批，但是我今日礼拜三你若要叫的时阵吼，哇，这有当下未赴过年啊，是上尾一批，所以最后一批了吼。这个用心是倒位呢？哎，咱的做这个吼，是大人。来，老师啊，对，啊，我直接互我讲就好，对，啊，我咧讲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观众朋友即摆开始电话卡开吼，我简单讲就好。这呢，平常时啊，你干那安尼煮安尼食就足好食吼。啊，你若泡茶、卤猪肉，像今仔下早郭大姐吼，卡来讲，芳玲啊，你梅啊到底是要卖无？我过年要买开呢。我咧讲吼，这卤猪肉、卤猪脚真正是气味无共款啦。哦，当然哦，咱这梅子内底有迄种柠檬酸、苹果酸，伊就会安怎消除疲劳，搁会当互咱观众朋友，你若胃肠无好的人，食这伊会改善呢。迄有真侪阿姐讲芳玲啊，我若下昼时啊，下昼顿吼，暗顿食饱饱的时阵会拄掉对无？我咧讲，甲甘一粒了后，我咧讲消辣，所以讲吼，咱梅啊呢，伊就会当互咱观众朋友强化。哦，咱的胃口会甲你开鼻哦，足好用的。啊，而且咱每一包内底拢总老师到这电话啊哈，拍开了，伊是每一包内底拢有一粒内底罔无籽，籽拢总甲咱去除掉了吼。所以讲观众朋友来，咱今仔甲咱主文交代，2包980块。日本伫咧卖的时阵，因为咱这是外销日本的吼，外销日本的2包就是980块。今仔甲咱主文交代，咱过年啊对无？我搁送你2包，无打紧。我共款搁甲头家，搁甲后一包。所以讲你摕顿的时阵哈，一组就是5大包，5大包哦，5大包980块。你若今仔，我咧讲啦，卡一笔紧就好啦。掉了，在这里。我来，我咧讲吼，你若要甲我买大组的，来大组呢，互咱观众朋友买哈。大组是2组就要1960块，10包对无？今仔你若甲我买大组的时阵呢，我再加送1包，安尼好无？来11包哦，加1包哦，吼，来08008151810800815181，吼，若讲我这梅子真正是，你敢若看着知影，这敢若吼。开都会成人啊啦，而且吼，观众朋友啊，我这拍开时阵，吼，迄个梅啊香啦，梅子非常的香哈。来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这类营养成分伊内底有酵素、纤维质，包括维生素 A、B、B1、B2 拢总有。真正吼，尤其是吼食落去时阵，咱拢有啊酸性的体质对无？伊会互咱改变体质，改变啥碱性的。所以讲日本人上爱食这梅啊，吼，上爱食这梅啊。啊，即届呢，要卖恁怎啊？卖恁过年时的时阵，咱若人来客去的时阵，一定爱食一下糖啊，对无？放一下饼，你若放饼、放糖啊，即摆较无人要食。好，你若再放这吼梅啊，这呢食一下咸酸甜，食甜甜，互恁大趁钱的哈。来，互恁大趁钱的哈。来，电话我记，即摆较紧甲恁斗接者哈。喂，你好，来哦，素媛姐你好。喂。啊，这你要大组细组的？细组啊，得。哦，好，我下开哦，嘿。好，谢谢你哦，感谢哈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即摆吼一组就是5大包，980块。你若甲我买大组，我加送1包，加送1包就是11包，1960块。啊，我若今仔卖附件，拢总下个礼拜会出货。下个礼拜出货的时候，一定会互恁到位，一定会到位啊！因即摆愈来愈晚年的时阵吼，行拢会啊会较慢，猫会较慢。阿姐你好。喂。阿姐啊，你要爱梅啊吼？梅啊。好，啊要大组细组的。啊，细组的啊哈。啊，等下再甲你问主旨哦，因为你新朋友嘿。好，谢谢。来哦，梅小姐你好。梅小姐要一组吼，嘿，对，980的。哦好，我写开了嘿，感谢，好，谢谢，平安哦嘿。来，0800810800815181，我今仔日吼，会人客
所以讲没有很多我可以卖哦，差不多差不多48个客人我可以卖而已，所以讲我足惊卖超过。观众朋友，你若真正有食过，你这届过年的时阵你要报来哦，碧霞姐、秀碧姐。秀碧姐要一组，好，我下开哦嘿，好，感谢秀碧姐哈。来，08008158哈，你看，喂，你好，新朋友你好。喂，阿姐你要按门啊哈？对。啊，日式美品啊，你讲你新朋友要大早洗澡的？大早洗澡的。喂，你要报？好，我等下再打电话给你问住址哦嘿，好，谢谢哈。来哦，宝凤姐啊。哦，我要买大桌好啦。买大桌的吼，好啦，过年到啊，爱买大桌的啦嘿。好，谢谢你哦吼，感谢。来哦，菊梅姐。跟你订那个。好，梅子哈。梅子一组。好，一组哈，我下开哦嘿。几包？980哦嘿，谢谢你，谢谢。980哦嘿。980几包？5包，5包，吼，5大包吼。不是有多一包吗？那是2组哦，2组。啊？2组1960块的，2组才加上1包哦嘿。再1包，你要再1包还是要爱5包的？5包。好，谢谢哈，感谢嘿。来哦，黄钱姐姐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这你要再1包还是5包的？5包的多。好，我下。料好食，80块币。OK， 好的，谢谢哈。好，谢谢你哦哈。来，0800，来980块哦哈。下个礼拜才会当。下个礼拜才会等拜3进检哦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喂，怡子姐姐你好，怡子姐。我买大桌。要大桌的吼。吃过啊对无？咁是1900人哦。1960哦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感谢，好，来。差不多了啦吼，来，恁电话赶紧卡，08008158108008158181，啊，搁有来哦，今仔同齐讲哈，咱观众朋友，你若是讲吼，厝内底过年到啊对无？要摒扫对无？阮的超洁净，阮的超洁净吼，会使讲伫这段时间，咱观众朋友，我们这个叫2代了。已经是2代超洁净哈，今仔日你甲咱主文交代，真的是1瓶搞定，好1瓶搞定哈。咱今仔日，咱若厝内底里里外外，汤仔爱洗啦，涂骹爱撸啦，迄玻璃爱切啦，拢总一罐就会当搞定啊，拢总一罐就好啊哈。包括洗衫、撸涂骹、洗碗池、洗水果，因为伊是天然的，内底就是海水、椰子油、柠檬酸。搁有即马上新的内底加一个柑橘精油，所以讲伊是万用清洁哈。你什么足歹洗，拢总互你洗清气，包括迄个豆干啦，滴着豆油，滴着果汁啦，你甲喷的了，安尼就拢清气淡淡啊。今仔日一组买到等去的时阵，我们买1瓶，买一趟4000cc哈。这届2代的是7倍浓缩，7倍浓缩。1桶会当套做7桶，所以讲呢，观众朋友啊，你敢知影讲，阮拢总头壳会使，咱一般这个会当111罐，1罐较唔免11块。啊，今仔日你若甲我主文交代来，我这个喷头再送给你，而且里面是有的哦，哈。来，一组摕到等于1180块。来，08008158108008158181，我今仔吼，敢若有法度甲恁介绍个安尼尔，因为呢，也要讲这梅子，也要讲这清洁剂，因为清洁剂呢，内底吼，咱甲工厂咧催货时讲，工厂讲哇出袂出来啊吼，所以讲里面也剩下30几组而已，30几组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你今年过年你要摒厝内，平常时啊足歹摒迄加4台迄啊，足歹清的对无？你甲试看卖啊咧，你安尼只要甲喷的了后，等下吼轻轻甲切的，就拢总开啊。真济啊，这咧甲我对讲，方年你清洁剂咱无要讲有啦，2代超洁净哈，今仔推出互咱观众朋友你若甲咱主文交代，就是一组2大桶，搁送一个多功能的喷头，安尼一组摕到转去的时阵才偌济，1180块，而且我咧讲哦，咱这无打紧是7倍浓缩哦，一罐咱这会当套做111罐哦，拢总会当套做111罐，佮加上这罐就112罐安尼，有俗无？一般一个家庭啦6个人在这组摕到转用半年啦。可以用到半年的时间啦哈！来，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
0800因为80800815282来牡丹姐你好。好，感谢阿姐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新朋友哈。喂。喂，阿姐。哈？有，你说哈，来啊，我等一下跟你们留住址哦哈，等人家看好你哦嘿，你要大做细做诶。来，我等一下跟你回电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还佫满线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今仔你芳龄，你想你讲的时阵，哪会遮简单讲无度？因为吼，我惊未超过去，吼啊都超过了吼啊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，恁电话卡，吼啊小姐，我咧讲若到磅的时阵，伊嘛会甲你讲到啊，吼啊你可能要等哦，吼啊所以讲恁骹手较紧的，嘿，谢谢，因为真济阿姐吼，伊个咱拄则咧讲的讲吼，这变厝来这啊。当年到一定大家嘛拢变，像讲阮兜的，我们家的窗户可能1年才擦一次啊。吼啊，你当然你咧变物件，你咧用的物件一定要上好。哦，它可以多功能的。你不总无是像我以前唔知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阮兜若厝内底若要变的时阵，你敢知是炒10几罐呢？当然玻璃有一罐啊，路头卡嘛爱一罐啊，灶卡嘛爱一罐啊。便所嘛爱一罐啊，滴着豆油嘛爱一罐啊，吼，啊拢安怎爱票，即马拢总唔免，真的都不需要吼。后来感谢您哦嘿，来电话拢总啊个满线啦，啊谢谢你们吼，老师咱来先安排一首歌曲啊，来哦，全慧姐你好，还搁咧卡，还搁咧饲，全慧姐上线啦，要大做要啥物？哦好 ，OK 好，我下凯哦嘿，好谢谢。来，老师安排一首歌曲啊，我先来邀出着今仔中奖的人客，吼，莫互咱人客中奖。来，啊个有哦，观众朋友，你们今天如果吼，来，我即马先，骹手，恁今仔骹手要较紧的，吼，淑媛姐嘛打开哈，来。非常感谢，咱的观众朋友，即摆现主时要来甲邀出到今日中奖的观众朋友。来，美霞姐，邱美霞姐姐，来恭喜你哦！哇，就是咱这个倒手芳哦，吼，一罐哦，吼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而且甲咱观众朋友哦，来，你若要加码的人，如果恁今仔日有超过1800块对无？我这罐拢搁送啦，好不？你去倒啦，好不？啊！你著买的时阵，你著本身的身价买大份的就有啊。啊，这哦，哇，这一罐的是真可以啦。嘿，对啦，所以讲来，你赶紧唱歌哦吼。啊，我来刷卡，你们自己加到若有够迄个金额，安咱就送啊，好不？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淑兰姐。喂。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在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。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在想你。凄凉的暗暝，梦如打死边。无缘的伊何来离开？今夜想着心伤悲。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意，过去啦。想你，
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再想你。离别的声音引我心去你。无缘的，无论伫倒位，我会永远思念你。虽然我明知影你甲我无缘，过去啦。去啦，无缘的，今夜搁再想你。想你，一切的亲像早已梦中。今夜搁再想你。来，感谢线卡吼，咱侪观众朋友真正足踊跃的吼，像讲过年时啊就好啊。迄毋是讲干那咱里里外外的，你平常时伫咧洗衫的时阵，迄有当时衫裤滴着安尼一个安尼黄黄对无？你看着就那浅色的，暗色佮看无，那浅色的时阵是一点足歹看的对无？喷喷的就好啊。10分钟久了，你甲等落洗衫机2个瓶盖，安尼就搞定啊。浴室玻璃、宠物、拖地、洗衫、水果一瓶搞定，而且吼，咱这拢总有经过 SGS 哦认证的，无荧光剂。拢总有通过检验，上重点，谁啊芳龄一定要甲咱观众朋友讲这种物件，因为呢，我本身就有富贵手的人，我用这项我唔免戴手套。我咧讲吼，真侪时代甲芳龄讲芳龄啊，若一个过年吼，厝内变好的时阵，我一支手就用要毁了，是安怎？拢用迄种会加的啊，哦，迄种化学的啊，加迄手拢流窜，拢总闭开呢，笑笑呢。你看卖啊，你若用这项，我咧讲保证袂下，包括讲咱厝内底有婴啊，迄婴啊是毋是拢有去买婴儿专用的对无？毋免，这趟就好啊哈，因为咱这拢总是纯天然的，好无？来，啊，今仔日呢，电话继续互咱观众朋友来敲，嘿，谢谢。到这么了后，需要芳龄工人继续甲你做服务的电话，爱继续敲哈，祝你健康快乐，明仔载同进时间继续甲你收看。夕阳已染红了大地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赶着路。